是收押咯。昨暗也向检警来承认讲，这两支刀伊是先买好，是安装要到台北来侦情，是安怎为补票来变做台警察？检方也认为讲，伊对社会有强烈的不满。另外，为着要加强铁路的安全，内政部今仔日也关出了250支的电击枪，由报警来支援这个警察到布店为止。 嘉义车站的铁道警察派出所门口一条民众来献花，感谢警察李成汉空手组织提到的电信嫌犯。你的不幸，我们感到非常难过与不舍，向你致上最高的敬意。关键处理补票纠纷却被刺杀，电信嫌犯以上是一直大话一受计划，检方查出原来伊坐车前先买2支刀，按过原本北上要开记者会。 他并没有说要去那里抗议啦，哈，他只是说要北上哈开记者会，到底是要去那里开记者会做什么事情，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中瓜的大概就是可能就是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不满。 要向什么单位侦情？为什么变成台警察？细节也阁爱调查。按过嫌犯表现出对社会不满情绪，深受忧郁症或者是其他精神疾病，将送病院鉴定。目前为了避免嫌犯反复犯罪，法院已经裁定收押。未来政部检讨环境敌群安全，也宣布要买电击枪，作为铁路警察敌群总比有企业关了250支。我们会先紧急采购一批。 当然也有企业捐的这一批我们会立即来处理，那会做最好的一个配置给这个台铁、高铁的我们铁路警察先来使用。第线马上加强装备，内政部表示，无论公司甲杂务勤务，拢改成双人敌群，穿防弹衫，补充260人以前也有报警，逐工支援人力。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要求代替落实验票集站，并加强列车安全，代替按算1个月来检讨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警察大人，您辛苦啊！在婚林初时暗时的时阵，警察要查一个有可疑的车，不过嫌犯唔拿唔停，佮开车弄警察，造成2名员警来受伤，其中一个较严重，目前是咧台婚林病院开刀，目前还佮伫咧加护病房来观察。 相片面顶警察车的车头损害甲真严重，车身嘛猫落去。初时暗时，婚林关2个警察接到通报了，支援围捕，嫌疑人驶车来弄警察车，造成车顶2个警察分别受到轻重伤，紧急送病院。其中一个姓陈的警察伤势真严重，送去病院的时阵已经休克，毋但2只手受伤，经过检查。 发现伊的肝动脉、小肠、大肠动脉全部拢断去，经过抢救了后，性命已经稳定，目前搁伫加护病房观察。那受影响的肠子那一段就手术，目前暂时做一个人工肛门，2个月以后情况好了再接回来。如何让他们自己的装备能够有保护自身有一些法令上面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自我防卫的我相信也要为他们来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个解套。 经过警方调查，这个拒绝临检逃走的查甫人身躯有藏毒品、K 他命，而且阁是啉酒赛车，酒测值达到0.3支，警方当场就把伊抓起来。 嫌犯他是非常高速不顾他人行驶与警方人员的一个安全他不断的以蛇形的方式来做一个移动所以导致我们后方在跟随的警车呢不慎发生碰撞然后所以才撞击到路边的一个电线杆，造成我们同仁受到严重的一个伤害。 警方侦讯了后，专案以毒品公共危险、妨害公务等等的罪嫌，而且婚姻地检署来侦办。这嘛是铁路警察因为公务死去了后，搁一摆传出有警察因为执勤的时阵来受伤。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是到三峡永高来视察到捷运3英线，要来强调讲前瞻基础建设的重要性，也反驳到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批评讲前瞻计划是野钱，也来拔掉这个条啊卡的内容，伊看清楚这款的内容。北桃1小时回到生活圈。 总统蔡英文亲自视察捷运3英线延伸8德段，新北市长侯友宜甲桃园市长郑文灿互相讲是兄弟，希望讲会当做伙争取行政院今年核定8德段可行性的评估，才会当进入综合规划。蔡英文强调讲基础建设的重要性，针对郭台铭批评讲野钱是为着要拔票卡，嘛背回讲这是人民的需求，希望国党会看清楚。
这个看起来不像绑桩，确实是实实在在人民的需求了哈。那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也有针对少子化的这一部分的预算，所以我想郭董事长可能也要去看一下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内容哦。蔡英文保卫政府施政，针对特别出访变外交嘛，强调讲邦交国对台湾真重要，透过邦交国才会当甲台湾的声音传向世界。若是台北市长郭文哲讲双城论坛是两岸之间唯一正式沟通的平台，佮各代办主任留给伊会面，伊嘛佮强调讲两岸是中央的职权。市长可以进行城市交流，但是在中央主管的业务的范围哦，还是由中央来做决策哦。那我再讲一遍，现在可以就公权力行使这个两岸的这个协商或者沟通，或者是做其他方面的处理的唯一的机构，还是海基会。蔡英文表明政府的立场，在民进党党团完成国安5法修正案了后，嘛伫人民册宣布，立法院后一个会期会继续拍拼，完成中共代理人的修法，严格规范人民法人团体佮有机构替中共进行危害国安的政治宣传，发表声明，参加中共所举办的会议，要表保护国家主权佮有民主自由。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国民党党内初选的消息。为后礼拜一，也就是7月8，要来举行着党内初选。昨日，立法院长王金平也积极着初选的公平性，和主席吴敦义亲身召开记者会来解说。下晡，王金平搁再回应讲，唔好胡白乱讲，而且嘛无人伫咧乱讲。另外，也加红海董事长郭台铭做伙来直播。不过，郭台铭来到高雄，敢有打地盘意思？韩国瑜也回应讲，大家拢是朋友，向来拢欢迎。来到高雄路钓，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和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做伙去庙里拜拜，两个人搁要做伙开直播，人拢去王金平的祖厝，搁称呼对方是老兄弟，莫互外界再次追问郭王配是不是有影有食？如果没有王院长这个来整合。将来呢，国民党要赢这一战，不管谁出来都非常困难。郭台铭讲，国民党要赢，爱靠王金平，显示伊就算退出初选，嘛是会影响选情。进前王金平公开呼吁停办初选，嘛质疑初选的公平性。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不得不亲自出面解说。5位参选人都同意接受的民调作业，外界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提出质疑。编造不实的谣言，以讹传讹，意图借此分化我们党内的团结。没有人造谣啊，这个是大家一个感觉今天国民党自己对自己很有信心，这是好事情。前一天，才和高雄市长韩国瑜直播了后，王金平阁邀请郭台铭来高雄，外界更加好奇郭台铭是不是想要直接打韩国瑜的地盘？郭台铭是回答讲，全中华民国拢是每一个候选人的地盘。韩国瑜嘛讲，不管是谁，拢真欢迎来高雄。那其他人来这里，像包括明天柯 P 来高雄，我们身为高雄人都非常的欢迎。越多人来高雄旅游、观光、交流，我相信高雄人越高兴。那是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是强调，既然参加初选，就会相信党中央的民调。就连民进党党主席窦英台发声，希望国民党选出正常的候选人和民竞争。朱立伦嘛主动对号入座。我相信国民党一定是选出最正常，而且最适合、最强的候选人，赢得2022年的大选啊！谢谢民进党的关心，那朱立伦也会加油。朱立伦讲，国民党一定会全力去拼，针对初7伫凯道举办的反铁人仔公投大会师，敢会因为支持者分裂转互活动失去焦点？朱立伦嘛呼吁党内同你也我，因为民调结果拿出来，大家又阁是同一个团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台办主任刘克义昨也表示讲，已经甲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讲好势达成着反台独、和平统一的共识。洪秀柱也今仔日来回应，讲看宪法就知，咱的国家的未来就是要统一。不过陆委会也强调讲，政治人物若是去到中国，如果违法，会交予司法来处理。
甲中共这协主席王勇来握手，前国民党主席洪秀珠表现出甲中国高层的好交情。毋过，中国国台办主任刘继一测试表示，新党主席徐茂明、立委高金素梅等等的台湾政治人物达成反对台独分裂，做伙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等等的共识。洪秀珠早起带团去中国来参访，而且嘛甲刘继一共一场。洪秀珠强调讲，看宪法就知影讲，国家的未来就是要走向统一的这条路。很具体的。 我们未来国家就朝向统一的路，但是我们现在看看蓝绿都一样，比如说绿的拒绝或者不承认9·2共识，蓝绿都认为我们不要1国2制，我们反台独没有关系，反台独那我们要什么？ 中国国民党坚持一中各表的9·2共识，同时我们反对台独，也反对现行所谓的1国2制。那么洪前主席他的相关言论是他个人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范畴，那我想就由洪秀柱前主席来做阐述，会更为明确。洪秀柱推进统一的言论，国民党赶紧出来背回，强调讲洪秀柱是政治的主席，伊的言论算是个人的行为，无代表国民党。陆委会请相关单位来了解。 在中国大陆提出习5条1国2制台湾方案后，我们对于我们政治人物附录，那么我们还是要呼吁要遵守现行的两岸条例与相关的法律规范，同时注意社会观感跟国际视听，共同来维护台湾的整体利益。 陆委会强调讲，若是去呼应，还是发表消灭家己国家的言论，甚至是回应中国共同的倡议，还是讲建立共识，这个部分敢有违反相关的规定，若是涉及刑责，会交予司法机关依法来处理。记者报道。根据媒体报道，初4下晡，有民众伫马祖外海翕到解放军的惨水艦，国防部也回应讲，台湾海峡等等下拢有伫咧监控。 军事专家也来分析，解放军的畅水艦浮出水面，应该是为着安全的问题。另外，也有人讲到美国最近会宣布要卖予台湾战车，国防部是无加讲啥，也表示期待。 画面上这张相片是民众伫初4下晡伫马祖坐台马之星要登来台湾的时阵，发现马祖外海敢若有解放军空399舰及舰艦普航所翕落来的。但是对相片无法度判断所翕的时间和地点，有网友认为是假消息。但是因为台马之星的新华航业总经理刘三公表示，甲办顺路的专员讲有看到。有旅客在远距离看到一条潜艇浮在弹浮在上面。 民众传言都有人看到。国防部运用联合勤监侦的作为，对于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动态，可以全程的掌握状况，立即反应处置。因为最近才传出中国伫台湾问题顶面上摆的情形，有可能依照反分裂国家法行动。舰艦伫这个敏感时阵出现，军事专家分析，解放军舰艦无啥可能超工普航，典型军事肌肉。因为射道形状对舰艦来讲真不利，推测有可能是因为航行安全才得舰普航。 舰长呢，碰到相关的水域不熟悉的时候呢，他赶快上浮用水面航行方式通过维权水域之后再下潜。那还有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附近的作业渔船可能太多有可能就赶快浮上来让大家都看得到让大家避开这条潜舰。 虽然两岸关系陷入僵局，不过台美互动又完真烧脑。听讲国军向美国采购108台 M1A2 战车军售案，相关的行政程序这礼拜已经完成，最近会正式宣布。外交部表示，美国正在进行审查程序，国防部敢若表示乐观其成，希望赶紧得到强化国军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咱台湾的国地头，伫咧彰化县的土墘场，最近是一直咧逼出着这个禽流感，也这10多天以来，大城乡已经有3大饲鸡场着鸡灾，为着要防疫，也抬买6万只的鸡仔。彰化到今已经逼出9处禽流感的案件，县政府也正咧调查感染的原因。 彰化县动物防疫所人员穿着防护衣、戴上护目镜，也有吹烟，成立饲鸡仔场已经死亡的土鸡仔，这是大城乡一个土鸡仔场，因为无正常死亡的土鸡仔验出感染 H5N2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
大风数4号加全场15000外只的土鸡全部扑杀。不过这已经是彰化县近10天以来第3位的饲鸡场感染禽流感。在最近这个10天内我们总共接获了大城乡，总共有3场的高病原禽流感的这个案例的通报。那我们也扑杀了将近6万只的这个土鸡。彰化县大风数表示，除了7月1号通报的这个饲鸡场，在6月24号甲26号，嘛分别各有1处的饲鸡场通报感染，而且这3场拢集中在咧大城乡。彰化县今年累积到即马已经有9件禽流感的案件，发生率比去年全年8件还佫悬。目前已经开始调查感染的原因。3场里面有同一个兽医师，那其中有2场是父子哈。那我们想说，在这个生物安全管理上，是不是有需要再加强的地方？那另外中央也会请这个流行病学的专业老师到现场来做流行病学的调查。为了防止禽流感的疫情继续扩大，大风所除了出动消毒车，继续在各禽场密集区加强周边环境消毒以外，也针对目前已经发生禽流感疫情的4个乡镇发放消毒的药剂，希望会使有效控制禽流感的疫情。记者彰化报道。高雄的天狗日唔那压未来，搁再增加咯。昨下晡又再增加2例本土的天狗日，住伫咧做营供菜料的一对翁仔某，也因为住伫咧附近，加进前着头一例拢是住同款的所在，而且因拢接到自由市场去行打。市政府也认为讲，这个市场有可能是探病所在，今仔开始也停止营业，休市3天。另外，也有高雄民众要捐200万来斗3天防疫。不过，市政府也表示讲，目前经费也有够。防疫人员向大围转药封治，现场伫高雄的自由红市啊，资本进到这个市场，对初5开始休市3天。市府怀疑这是天狗节感染源，因为新增加的2例本土病例，是一对翁仔某含伫来头一位感染本土性天狗节的民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会来自由红市啊买物件。几乎每天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采买的动作，所以我们透过一个疫情的一个发展的了解，我们认为说这个自由防疫市场有需要进行后续的扩大疫调的采血，跟我们的相关的资生源的一个检查清楚，跟我们的这个喷药的一个动作是需要的。市府表示，蔡公里的感染个案含进前金丝猴菌株疫情，拢是第4型的病毒，不排除是菌株感染的第2波感染，又搁对外扩散。面对不断传出的天狗节病例，有民众为着要挺高雄市政府捐200万。反正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有多少钱，中央补助多少钱，我们尽量来在这个有限的预算里面做最大的发挥。那如果不足，我们到时候再来想办法。市长韩国瑜感谢民众的热心，嘛讲有偌济钱做偌济代志。不过卫生局表示，目前已经领到中央提拨的头一笔2000多万的经费，搁再加上市府第2有备金，目前经费有够，嘛无对外募款的计划。热心民众的关注，市政府会依法受理，并且就网络公告专款专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85楼的君丰酒店今仔日煞熊来停业。饭店也讲是因为头家欠债务，饭店防拍卖啊，也只有600多名员工拢爱回去食家己。那讲到甲消费者的问题，饭店目前是也未出来说明。君丰酒店的健身房会员来运动却被员工通知将要停业，真侪人无用将个人物件要砸回去。自己来才知道的啊。那有讲相关退费的？现在还没有，现在他们好像在楼上开会。所以还不知道退会的情形是怎么样。是我媳妇儿在这里工作，然后她告诉我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叫我们赶快来。家属都伫饭店上班，也是5号早起才知影公司要停业。伫高雄北5大楼君丰酒店，因为董事长欠钱，今年3月被法院拍卖，别人以54.4亿买起来。伫5月过后、7月8号都要实行分配交出饭店。员工的权利列为第一优先来保障，所以我们一定要那保障要为什么要可以优先去分配呢？前提就是要办理歇业。董事会4号决定停业，过5号这一天照常互旅客大一摆，也无通知人客为多一天了后的订房甲订餐都必须退订。我们在通知跟联络其实都是正常的，对，那正常的状况下来讲的话，其实是没有影响到的。那因为早上也是有客人看到新闻，就是说这个状况，大家很担心，但我们立即通知，其实到现在为止来讲的话，包括我们住房、我们入住到现在都是顺畅的。
饭店以新闻稿表示，有定的消费者将安排转移相关业者服务，按过无说明退费的做法，向惊引发争议。而饭店5号者要提出解雇将近600人。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大量解雇提出后要60天才能解雇，假使无将薪水给补足，将会罚饭店。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港口头才有开外尾，伫咧台中市的捷运列线目前当咧试车，不过伊这是试的时阵，也是照时间伫咧行，也发现讲有噪音，亲像较晚文心双林公园站的大新国小，因为3楼的教室甲捷运月台是平悬，不时拢会听到这个汽车的声音，若是当着伫咧上课的时阵，会感觉真吵。捷运工程处也表示讲，逐站拢会去巡，也会改进。捷运列车伫轨道面顶来来去去，台中捷运要变通车，列线拄初三开始进行机电系统试营运的验证，毋过声音煞互4科位的国校化工，真正是足差的。进出站测试的频率很高，所以到后来我会把它形容为生活的背景噪音。好，就等于说我的办公室里头一直播放的这个音乐，这样。校校讲，徛伫3楼的教室嘛是会当听到列车来回的轨道声，啊，阁有出入站的音乐声。台中市区大新国小的教室离捷运 G10A 文心森林公园站，因为3楼的教室甲捷运的月台平悬，拄顶个月份开始，就常常会当听到列车伫试营运的声音。虽然讲即马是休热的时阵，啊，毋过烦恼讲开学了后会去影响到上课的品质。沿线除了大新国小，啊，阁有数位国小、文化高中等等的学区，家长希望讲会当改善。因为它班次也比较密集，那这部分是厂商他有在为了配合试营验证所有加进去一个离站音乐。有关于昨天反映地点，就是已经有就是针对民众感受度做调降了。捷运工程处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机电系统试营运的验证，以实际班表模拟营运，每一天有15例伫试运行。根据陆上运输系统噪音管制标准，学校甲公园的4科位啊，噪音管制标准平均上大数伫85分贝，日时标准超是75分贝。目前已经降低声音，嘛会继续遵照各场站的特性，每一站来进行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好心好行，有通存，阁有通用。为着要减轻着家庭照顾者的负担甲压力，嘉义县有民间关怀协会设立一个照顾中心，大家来替你照顾，连日你来斗做方式，让家庭照顾者有休喘的机会。简太太甲简先生甲中心，大家马上陪着简太太开讲，甚至为俩零，但且还阁为伊换新的头模型。因为简太太有小可失智，生活拢是由简先生来负责。因为换工照顾中心的成立，所以简先生每礼拜拢会来这行行，甲大家开讲。我太太有稍微有点失智症哈，他们的脾气都很暴躁了哈。这边有人协助帮忙照顾了哈，我们就可以出去办一点事情，这样觉得非常好，会减轻我的压力这样子。现在已经退休了，小孩都长大了，就出来义剪。我觉得帮人家剪漂亮，客人很漂亮，我也觉得很高兴。大用家比陪伴服务甲无定期的课程活动，则透过伫遮列一工作时数，拢能换着。嘉义县有民间关怀协会设立换工照顾中心，照着换工的方式，让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服务别人，同时也有被服务的机会，让彼此陪伴应更加轻松甲自然。他们安排的课程也都是针对我们，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来这边放松的地方。来到我们这边做换工的话，他可以发现说自己还有助人的能力，而且能够透过这样子交到更多的朋友，甚至可以让他从这里面呢找到一些相关的长照资源。特别来这访问的澳洲学者表示，这据点以社会文化做基底，让个人照顾的政策变得更加有情感。真欣赏台湾有安尼服务，也希望应将安尼概念扎进去，为因伫个人人口的照顾政策上带来更加好的范本。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咱来关心到国际新闻。香港反送中的抗议，中国也批评英国讲伫咧干涉内政，也成做外交争议的焦点。想要拼保守党党魁的前伦敦市长强森，加外交大臣亨特，拢做伙来谴责着中国。亨特也暗示讲有可能会动用制裁。另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打算要邀请抗议学生团体来座谈，说谎拒绝。We don't see why we should immediately accept this invitation because of it's a private and a closed door communication, a closed door meeting. 学生团体代表指出，除非港府愿意成功因所提出的各项诉求，若无见面的必要。香港这边的政府和民间是暂时无法度沟通。香港前宗主国的英国和目前统治的中国政府是伫咧外交管道顶面互相放话。So I was not supporting the violence. What I was saying is the way to deal with that violence is not by repression. 汉坦嘛讲，北京当局的做法明显违反1984年的中英联合宣言，也就是互香港高度自治。汉特阁强调讲，所有的选项拢伫咧考虑的范围内。BBC 的报道讲，这代表英国有可能动用制裁，但是汉特嘛无甲话讲互答。另外一位想要争取保守党党魁职位的前伦敦市市长 Johnson， 伊认为逃犯条例修正案引起香港民众的疑虑，所以抗争有理。I do support them, and I will happily speak up for them and back them every inch of the way. 中国的外交系统除了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公开批评英国官员破坏双方的关系，伫北京的中国外交部嘛有发言人甲英国抢夺回去，指责英国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亨特先生的涉港错误言论已经做出了坚决的回应。中方的回应也适用于英国政府其他官员的类似表态。另外一个引起外界关注的状况，就是占领立法会的民众，真侪人使用英国统治时期所谓的港英旗。政治分析家就认为，殖民时代的香港虽然并无民主选举，但是法治健全、官员廉洁，嘛无怪伫咧主权移交22党了后，愈来愈侪香港人怀念英国的统治。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南加州伫咧初四透早发生着20年来上界大的地震，规模达到6.4。地震了后，也有几落百界的较小型的地震。加州州长纽森也宣布讲，进入到紧急的状态，加速救灾的进程。虽然讲无传出重大的伤亡，不过有专家也讲，警告这几日啊，有可能有更较大的地震。美国南加州拜四早起10点33分发生20年来上强的地震，规模6.4，震央是伫洛杉矶北边150英里处的 Ridgecrest 这个城市，深度差不多8.7公里。当地病院虽进行紧急疏散，将急诊病患转院治疗。There was just a fast movement of the room, and my TV was moving, and everything was moving. And then I started running, so I can evacuate outside. And then I fell from the stairs, and my ankle got twisted. 拄则经历过地震的柑仔店员工回想起来，有关是真惊吓。It was scary.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It was my first actual experience with the earthquake. The fridges were actually opening up. Everything that was on the shelves came crashing down. The wine, all I heard was just, and it just fell. Everything was it was very scary. Yeah. 地震造成真侪人受伤，加州州长纽森宣布柯恩郡进入紧急状态，加速救灾。We're going through the communities. We're checking for gas leaks. We have fielded a lot of calls for water leaks, gas leaks. 地震发生了后，另外阁发生超过159件以上规模大过2.5的余震，上大规模大概4.6。虽然这个地震真好运，并无造成重大的伤亡，不过地震学专家表示，无排除下礼拜会发生类似规模的地震，嘛呼吁当地民众要严加戒备。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已经有31档无掠海翁的商业行为，伫咧7月初1日当天掠到2尾小手囝，也已经卖到市面上，消费者也真好闲买来食看卖。
市场内底业者甲分装好的海洋肉放出来卖，后边的工作区搁伫咧分装海洋肉。日本不顾国际反弹，恢复商业掠海洋。早起出港的阵，下晡就炸转来2只海洋。4号迄一天，市面上已经会当开始食到海洋肉，吸引真侪爱食好食物件的民众前往消費。意外と淡白というか、全然油っぽくなくて美味しかったです。新鮮なので、すごく臭みがなかったですね。迄一天，好掠到的海洋会当用来食的肉有560公斤，每1公斤卖差不多15000日票，分别伫北海道春鹿市内底2个批发市场卖。有消费者一口气就订了13公斤的肉，就是想要好好食一顿好料的。同款是好料的，为着有防潮沙，埼玉县的日本药科大学甲拉面业者合作，做出特制中華冷面。ゴーヤもそんな思ったより苦くなくて、本当に柑橘系のいい味で美味しいです。全体的にさっぱりした味になってて、いろんな味が楽しめて美味しかったです。这款冷面用一定米、冬瓜、苦瓜加上特制冷汤做的，因为是创新的食材组合，嘛对人体健康真好，得到真侪试食的人的欧乐。业者嘛希望会当赚到下贵销售，互消费者感觉真清凉。记者电视台报道。温布顿锦标赛当地英国的冷顿进行，这回大会也用到 AI 人工智慧，将伫咧球场顶面上届精彩站头自动扣出来。比赛一拍煞，精华影片也做好啊。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All England Club. Welcome to another sunny day at Wimbledon. 这是这届温布顿锦标赛精彩影片，比赛了2分钟就加出来，因为这是透过 AI 人工智慧家己建的。Oh yes, she got better and better. There it is. He said he would. One element of that is sound. So are the crowd really excited? Are they shouting and cheering? Another element of that is the players. Are they really animated? Are they fist pumping? Are they waving up at their box? And then the third element is data. So match data. Is it a really pivotal moment in the match? And by bringing all of those three things together, we're able to rank every point and give it a rating, and then organise the point for the entire match and identify which ones are right to go into the 是讲系统会当拄几落清点钟的影片内底找出比赛关键时阵 ，AI 软体会当分析比赛时阵收集到的声音，还有影像资料，找到球拍出去的迄个时间，产生更较准的判断来加大。毋过若是拄到真有名的球车，譬如讲瑞士球车费德勒，除了伊个人的特质，还有固定的球迷基本盘，拍出来好球得到的鼓励声较济，或者是较有戏剧特质的球员的动作表现。 甚至是有一寡选手拍出好球，却无啥物大动作，拢会当影响到系统的判断。大会表示，这套系统本身就有学习的功能，即卖会当分析真侪项数据，而且会当甲上互人期待的影片表现出来。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郭文哲去中国参加到双城论坛，今仔日暗头甲国台办主任刘结一来会面。刘结一致辞的时阵，大声讲到两岸是一家人，也回应到郭文哲的两岸一家亲，也特别讲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发表的谈话，郭文哲是讲到强调5个互相来承担到双方的信任。 赶伫咧最后一刻变更行程，台北市长郭文哲总算伫初5尾仔甲国台办主任刘结一伫西郊宾馆正式会面，而且伫媒体要求之下，双方两界握手。两岸是一家人，亲望亲好，守望相助，一家人要帮一家人的这种两岸同胞之间深深的感情。这也是体现出了两岸交流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 一定会汇聚成越来越大的洪流向前推进，这种大势是挡不住的。当然，也许政治上有隔阂了哈，不过交流总是好的，有交流就有善意，有善意就可以促进交流了哈。那我才有讲那个5个互相嘛。其实有交流，就是说有时候就算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啊，也增加彼此。 哦，就这种信任哦，可以解决，可以共同解决很多问题。郭老会经伫咧西郊宾馆接待过英国女王、日本天皇，还有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看得出来中国对郭文哲是高规格接待。
科联会众所瞩目，原本双方安排有密室会谈，不过似乎怕被外界抹红，在市府主动要求下，国台办同意让市府幕僚用脸书全程直播，破天荒创下首例。 关门在这届上海的行程，除了挑战中间的课题安全过关，佮特别安排去台上大本营昆山，佮台上来接触参访台上去的妈祖庙，还有病医。啊，毋过这个动作加减会引起外界想讲，敢是要替2020大选来试水温，要争取台上的选票。记者综合报道。 中航空罢工到了第16天，工会今仔日透早5点也发动了苦行活动，自桃园南崁行到总统府，要来表达拍倒资方的决心。交通部长林佳龙今仔日也强调讲，这做航空主管机关，每一间航空公司若发生罢工，佫无在调处理好势，交通部就会当进行着航线甲航权来检讨。 经过11点钟，一路对桃园南崁行到克兰大道，桃园市空服员只要工会60位成员，用苦行的方式，希望总统蔡英文会当快到因的诉求。我们要的不是小英总统为我们争得属于我们的利益，我们只是希望总统可以帮忙监督企业，守护我们的劳动人权。工会表示，主本就是6月29就会当互到主管会甲开好，罢工会当和平结束。但是迄天中营无任何无被事后生效的条款，而且工会嘛愿意依照团体协约法第23条，在团协约定期间，未针对这个罢工诉求，搁再发起罢工，嘛同意伫倒航线未罢工。但是中营要求工会在团协约定期间放弃所有罢工权，等于互工会无法度自保。工会法里面都已经明定了，工人如果透过罢工或透过各种 工会活动争取他们的权益是不应该被打压，不应该被秋后算账的。但是公司却连这么基本的条款都不愿意在团体协约里面跟我们签订。对这场罢工活动，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讲，身为航空主管机关，各航空公司若是有较悬的风险发生罢工，后续处理了不好势的话，交通部不排除会对伊的航线航权进行检讨。拖得越久，对公司劳资双方都是很大的伤害，那也会影响到。 就是我们政府未来对于包括一些航线或航权的检讨，这不只是公司内部的劳资问题，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一般旅客跟公众的利益。 桃园因为风真透，罢工现场的布棚被吹甲变过，工会表示考虑到安全和运输，先暂停申请三保，但是嘛引起想要办理申请手续会员的不满，中营是持续保障亚大新建合约。 让我们帮助你取回证件，尽速排班，重返天际。敞开的家门，欢迎你回家。因为多处双方到这阵拢无谈出具体结果，女性商业同业工会全联会发出声明表示，希望政府会当赶紧制定罢工有过期以及修改无下时的法规，阻止罢工的乱象，保障旅游消费者权益，促进旅游产业的正向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为要纪念郑南榕加占益华自焚30周年，台北228纪念馆加郑南榕基金会以及着人权摄影家潘小杰共同举办一个摄影展，敢若用黑色甲白色的摄影作品，要来代表着迄个年代，也互咱回到迄个时代，看到迄时的社会运动。 一张一张黑白的旧相片，记录民主斗士郑南榕争取民主，甲推动台湾独立，拼死拼命、流血流地的过去。包括蒋经国自焚过程中一寡迄相片，有诶，迄阵也无因为这个作品是算讲我第一个人发表的，所以讲一寡遐物件拢为这片内底慢慢去来整理出来，所以我整理出来感觉免。 感觉就出来就整理个34张安尼啊。台北228纪念馆、郑南榕基金会、甲人权摄影师潘小杰共同主办一粒伟大美好的政治摄影展，以黑白相片展现迄当时民风严肃禁忌的年代。今天台湾的民主自由，无非就是由这些民主运动的先烈前辈，他们付出自己的人身自由以及他们一生的生命。 前仆后继而争取而来的，不管你是拿国旗穿红衫要去的，还是拿着旗啊，穿绿衫要去的，你总是会踏着迄个土地，会当去的。全紧有这个人伫咧遐，为着咱所向往的国家甲自由，牺牲伫遐。
人权摄影师潘小杰计30年，才头一届发表伊的摄影作品。摄影展按7月初5开始，到9月初1结束。希望透过这个相片，甲台湾人讲，有人用因宝贵的性命守护自由甲民主。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人权的问题。今仔日是新疆清河事件10周年，当年中国武警对维吾尔进行镇压，到达死伤拢无公布。如今新疆下载教育营引起着国际关注，国际也谴责中国剥削维吾尔甲其他穆斯林的人权。中国也强调讲，这是内政，国际无插手。中国新疆地区民众满身是血坐伫路边。2009年7月5号爆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以来上严重的悍匪冲突，迄即马史上无确实的数字。近来，中国新疆再教育营问题也继续引起国际关注。美国、德国第2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闭门会议中，谴责中共拘留超过8万名维吾尔人的做法，剥夺维吾尔族甲其他穆斯林的人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与安理会的议程毫无关系，也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为声援新疆7·5事件10周年以及新疆人权问题，台湾民间团体拜五发起相关活动，强调维吾尔人面临的比过去台湾白色恐怖要搁较严重。2009年，乌鲁木齐器物大屠杀，因为这一天，有很多维吾尔人消失了，他们被迫改变他们的信仰，被迫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被迫改变他们的风俗，甚至可能被迫来跟汉人结婚，把这个维吾尔血统稀释掉了。林保华强调，新疆开始有囡仔被消失，显示唔是只有大人才会被送到集中营，就连囡仔也被送到集中营。中共目的是要趁囡仔心智还未成熟，进行思想改造，彻底汉化维吾尔人。记者综合报道。搁来做就会出头天，恁讲是唔是？2019年总统教育奖下晡在总统府内颁奖，自国校啊到大学，拢总有56人得奖。因拢是拍出顶顶的困难，创造家己生命故事英雄。为蔡总统手中接到总统教育奖的奖座，高会卢碧芬是欢喜搁紧张。你看他做什么？你要讲。总统。总统啊！真的？那你刚刚有没有当场跟蔡总统说什么？不敢。伊的梦想是做总统，看到蔡总统的时阵，却歹势甲讲袂出话。啊，不过平常时伊是资深活动的讲师，也介意弹琴甲游水，无因为失去视力阻碍学习。妈妈讲，厝内底的3囡仔一直拢是以正常方式来请养。是当一般小孩子来带，我们要把他当成44战生，因为我觉得他以后他是要回馈这个社会的，所以我在带他蛮严格的，对。所以他在求学的阶段，我都会提早半年先帮预习他下一个学年度的课业。爸母请养左右囡仔面对代志的态度，今年先过迄个担心来自大亲原住民家庭家境困苦，不过妈妈一直支持伊学着破辛苦。我是抱着一种就是别人向就是环境低头的心情。花莲发展国中的谢中安，共款家境清寒，必须原来求学，原来照顾破病妈妈，靠着后天的努力追求辅导梦。都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一直长大之后，就是对自己的印象，就是我会告诉我自己，干嘛去在意那些东西。56开得奖人，56个家庭，有人克服肢体障碍，照着兴趣拓开道路；也有人无被逆境逼退，伫亲人甲师长的支持照顾下，写着属于家己的人生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只考拄考煞，考生同学休乱。国考名也指出讲，真济学校认为个人申请的管道所收的学生较好，佫会使提悬学校分发的录取排名，所以来降低只考的名额。不过个人申请是真开钱，对弱势学生是较不利，也呼吁教育部国校的只考名额上少爱30%。也是有想过考职考，可是后来就是觉得就是考职考其实。就真的，因为它比例还蛮少的。烦恼只考分发的名额少，所以选择申请日学管道。讲起当年考大学的经历，同学感觉讲制度阁有调整的空间。
如果学校想要抢学生的话，那他是不是有考虑过这个学生他是不是真的适合这样的一个科系？申请入学的方式对于偏乡弱势的孩子来说，其实最吃亏的就是备审资料的准备。长期辅导偏乡学生的普幼基金会点出即马考招制度的隐忧，对弱势学生真不利。郭教明指出，根据今年教育部核定的名额，不少前端大学校系，参像中正财经法律系、高大电机工程学系、中央资讯工程学系，只考名额比例拢较无一成。郭教明认为，只考名额降低，是因为学校感觉讲个人申请的管道的学生较好，可会当提悬分发录取的排名，但是个人申请的开销比只考更加悬，呼吁教育部订定各校系只考名额下限，以30%做原则。申请入学呢，它比较可以包装，感觉上好像很好啊。那甚至有利用关系的这样一个状况。指考的比例要提高，然后呢，各校系必须定一个最低的这个指考比例以30%为原则。各大学在提拨考试分发名额的比率，其实是由学校自己定校内的规范，全校的各管道招生名额要有一个比例，不要差距太大的这个规范，我们也会请教练会去做讨论，以符合学校选材的一个设计。教育部指出，目前各校系所定出的名额是由学校和各校系商定的，有的只考比例确实有较低，但是嘛有只考比例较悬的校系，而且招人会召开讨论，评估各管道招生名额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桃园万人文化节真热烈，上尾压场的大戏斗阵是结合着国际有名的团队，亲像是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龙狮团，佮再加上现代戏剧，希望让大家看到无同款的艺thuật文化。伫咧这礼拜的拜六礼拜，伫桃园高铁站的头前亭，大家做伙来看戏。大玲带小玲飞天遁地，良心毋若有夜光效果，配合大银幕，互人感觉活灵灵。为马来西亚来的世界西洋团，佮有为家人来的西洋冠军队共台演出。毋若有台湾民俗艺术团队，佮串联现代戏剧，配合高科技的灯光，闪闪细细，精彩佮好看。2019年桃园万人文化节上一个尾场斗阵，动员超过300人，伫桃园高铁站头前的广场，准备伫这礼拜拜六甲礼拜日盛大开演。这个输人唔输阵。那今天我们邀请来自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跟台湾各地的义诊14组团队来这边交流。我想这可以让大家看到台湾生命力很丰富、很多样的一面。我们希望把他们大家邀请过来，在这样一个精致的舞台里面，精雕细琢，让斗阵的表演特色精致的被提炼出来以后，让当代的表演者能够尊重、喜爱，甚至对这个文化觉得感动，觉得身为台湾人是一种骄傲。好酒斟暗地，好戏看后尾。万人文化多元佮趣味，值得咱继续欣赏佮创新。记者洪明珍、陈冠达桃园报道。人讲食果子拜树头，啉泉水漱罐头。伫咧南投埔里国小的幼稚园，因为着要感谢庄头的妈祖庙，甲学校斗3工，教囡仔一寡乡土文化，特别排了一出戏去到妈祖庙，要来答谢神恩，实在有影古锥。妈祖娘娘，请来欣赏我们的表演。小朋友虔诚邀请妈祖欣赏因的演出。南投埔里国小就伫咧兴吉宫妈祖庙附近，幼稚园的小朋友这学期的课程以乡土文化为主题。伫咧学期结束之前，专工到庙埕搬戏谢神。今天表演的节目，有太鼓的祈福活动，还有舞龙舞狮，都呈现给妈祖。然后希望就是把这个部分呢回馈给妈祖庙。因为妈祖很疼我们，所以我们才要表演给他看。小朋友的家长也来庙会看囡仔表演，肯定学校为着推动乡土文化所做的打拼。平常他们在教学的时候都有来妈祖庙这边活动，那今天也是来回馈妈祖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
老师的用心啊，埔里国小这个校长的用心，我们都看得到。小朋友也各将家己设计本土文化明信片送给妈祖留作纪念，也祈求妈祖继续保庇因平安熬大汉。谢谢妈祖娘娘。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一场世界台语囡仔文化营，小连续3天伫台南的成功大学举办，来自31组的家庭上100人参加，甚至有人为美国回来参加。主办单位是台湾罗马尼协会，希望逐年举办着台语文化营，让台语继续生态。伫台语老师的带领，高侪囡仔人对老师的口号来做动作，上课的气氛是真热烈。这是台湾罗马尼协会伫休热时阵举办的世界台湾囡仔文化营，有真侪家长带厝内囡仔来参加，而且上远的家庭还佫有拄美国回来的。韩国人伫美国做阵讲韩国话啊，不过台湾人伫美国做阵的时阵煞是讲中国话，这我感觉无介好，主要是互因有一寡机会会当看到其他讲台语的人。互囡仔知影，咱来遮就全台湾自北到南拢有无共的台语家庭，互囡仔来遮交朋友，家长嘛会使交流。因为遮的人拢会讲台语。所以你感觉足趣味，甲因讲话都会冲安尼。主办单位认为，保存母语文化是全世界拢伫做的，嘛是一种趋势。毋过嘛，因为台湾的文化真多元，所以母语嘛搁较侪种，包含客语、原住民族语言，遮个拢应该互保存落来传承。因为这款的理念，台语文化营的活动已经维持18年啊。伫世界真侪人拢讲，咱是台湾的南岛语是贡献予世界的文化财产，但是南岛语已经消失足侪啊，所以阮一直就是讲，希望台湾的母语拢会当保存落来，不管你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拢一直希望爱保存落来。台湾罗马尼协会成立已经20年，过去台语文化营的活动大部分拢是大人报名为主。最近这几年的对象开始变做国中、高中生，甚至是家庭甲囡仔。望讲透过这款的活动来推销台湾的母语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邦桥国小的退休教师李崇仁，去年开始捐册予一寡囡仔，今年也开始着募捐到7200本的册。一开始收到的学校说是拢三无涨，落尾了了，我讲有一个点点伫咧做好代退休老师。波波国小学生啊，将几来箱别人捐的册搬去教室内底，真欢喜捐出家己喜欢的册。原来捐册是一位李老师，伊希望偏乡的小学每一个班都会当有专门的图书馆。学生啊，对李老师真感谢。手书给你们看。对，因为有李老师的协助，让我们合浦国小的学生都好幸福哦。可以教我们认识字的书。为什么喜欢这一本？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的字。谢谢李老师送我们这么多书，然后我们会认真的把它看完，也会好好的珍惜。除了感谢李崇仁伫推广读册的协助，校长陈佩玉表示，这个册除了会当放伫教室，互囡仔随时来读。校方本来嘛唔知影讲这个捐册是啥物人，后来是透过联络了后，才知影讲是退休的李崇仁老师。对着伊的善行，感觉真感谢。真的非常的感谢李老师这么默默行善，非常的感恩，因为有了他们呢，我们的孩子呢才更有成长。互偏乡的囡仔伫有闲的时阵，会当伫教室内底培养读册的兴趣。李崇仁8年来甲太太做伙帮助偏乡的学校，成立班级内底的图书馆，嘛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目前累计已经捐出将近10万本的二手册，帮助学生加读课本以外的册来增加知识。记者综合报道。北部地区以28度到33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1度，东部地区为25度到30度。北部地区为27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为26度到32度。
未来3天的天气。节目的最后，也带恁来到美国看国庆的表演，也感谢今仔日恁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